花东纵谷的蓝天绿树间有一个充满古味和花艺的瑞园村，因为村里有许多客家人，因此社区妈妈就用客家花布制作了灯笼，搭配叠骨巴特的技法制作出的花布灯笼，想定得要排队，海外都有粉丝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透过镜头，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花布灯笼。夏末的午后，阳光在后山依旧威力惊人。嗨，跳高妞！哦，小吉，来凑来凑。瑞园乡的日式建筑里，阴凉却别有一番滋味。大红花、牡丹趁着灯笼满天飞舞。等下哦，记得会做灯笼，你会做吗？好。一声属于客家人热情的吆喝，大伙开始花布灯笼初体验。旁边有没有红色的？这样只剩一点点立体会比较好看，对不对？每一块布都是做不一样的花色，你们可以去慢慢的拼贴，这样子就是我们的今天的 DIY 这样子，你们让他就知道说，我们客家人非常非常的节俭。几个步骤，这些小小碎花布变成一朵朵的娇艳花，在白色的灯笼花布上万千变化。每一个都独一无二，只是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些花布的由来，有着客家人的简朴精神。因为我们这边客家人居多的地方，所以说当时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客家元素，就是我们姑嫂看灯，八仙过海，就灯笼喜气洋洋这样子。我们就是采用叠骨巴特的一个方式这样子，因为叠骨巴特的话，现在是很夯、很流行。我们就想说，对哈，你看一些我们做出来的一些作品，剩下来的一些碎花布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想说就是利用大家就是一直想说可以做多样化的一个 DIY 这样子，就又可以说呈现到我们客家人的精神。就这样，客家妈妈的花布一针一线，在包包、在头巾、在围裙上有了更鲜活的展现。裁剪下来的碎花布加入了对生命的体验、对人生的体悟，成了翻飞的花布灯笼，千姿百媚的姿态引人驻足，甚至海外都有人订购。大小花朵串起瑞园的客家风情，随着后院里客家歌谣的节奏，灯笼将摇曳出最惊艳的舞步。纵谷里的客家歌谣打响了夏日最热情的节奏，灯笼上的花朵像清晨的蝴蝶般飞舞，散发出甜甜喜气的感动时刻。